曼聯消息喺琴晚呢場比賽，約路首發出戰，喺比賽去到45+5分鐘嘅時間段 B 費任意球被撲出，約路頭槌破門，幫助曼聯1-1扳平比分。而數據統計顯示約路打入呢個波年齡係只有19歲4個月28日嘅啫，佢亦都係成為翻曼聯隊史上面喺歐戰賽事當中入波最後生嘅後衛啊！而呢場比賽開始之前雙方已經打咗口水戰噶啦，而效力里昂嘅曼聯前舊將馬迪治更加係毫不客氣直言，奧拿納係紅魔隊史上面最差嘅曼聯門將之一，係咪真係冇鬧錯呢？因為曼聯黑戰里昂時候，奧拿納2次失誤係直接導致失波啊！而賽後孔蒂亦都係自奧拿納2023年夏天以5020萬歐元嘅價格從國米轉會加盟到曼聯之後佢亦都係代表紅魔鬼出戰咗94場嘅正式比賽，亦都係失咗139波，場均嘅失球數字達到1.48波啊！亦都係多過迪基亞嘅場均1.08，巴迪斯場均0.98，以及舒米高場均0.82，以及雲達沙場均0.76波啊！呢幾位曼聯都係過往嘅主力門將，奧拿納係咪真係最差呢？